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友天。Rita 係個唱歌嘅人，愛好唱歌，愛好看詩，愛好看文章，愛好接觸藝術。今日嘅節目當中非常歡喜邀請到了個藝術家，佢係大力推廣台北腔嘅客家話，佢咪係個做戲嘅人，佢咪係個主持人，佢又係個舞獅人。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劉惠月先生到節目當中來分享佢最新嘅作品，係兩本真的。謝謝來分享惠月先生，邊個真好？大家好，我係講台北腔嘅劉惠月，真歡喜是得用我嘅母語來寫我嘅想法落來。分享，落來。哎呀，邀請到惠月之後，就請講用，請幸福嘅感覺，因為呢，都健康而出嘅事情，又係第三本啊。第三本，當腔誒，你差唔多一兩年就會出一本哦。我寫一個計劃，你計劃文化部或是其他政府單位會通過，來支持，有通你好寫咧。其實就係講吼，台北唔做嘅事情，大家有支持，有看到韓國客家就係大朋友哦，落來咯。真嘅，尤其台北腔咩？係啊。因為就想講，我講一般人寫詩，佢可能當散，想到東啊西都西散嘛，所以我天朝有一個目標，有一個重心，有一個主題去發揮。啊，這一擺呢，一個詩集吼，我很叫很多詩歌集嘛，這當有意思，叫很多八音、九歌、韓國，接下來乜嘅唔注意到冇？係十番八九十，如果用數字。也係當有氣味哦，又有歌啦，哦，個有音啦，有反也嘅反，我當有問號，因為呢八音按出啲八音嘛，打八音，你彈呀山歌咪好，看台戲咪好，先發講演嗰隻要用八音冇？哦有，個舊歌呢，Rita 唱歌嘅人，我想你客家九腔十八。條，你意思是講動到上雲嘅意思，唔係單唱九首歌曲聽。係啊，古時也係音樂咩？食飯都當然係飯嘛嘅咯。其實話音樂啊，客家嘅音樂係對中國嘅片來嘛。係。你聽咗識唔得，唔記得嘅片嘅音樂嘛。係。所以而家嘅片呢，同八音按做十番、十番。哦，幾多位嘅客家音樂就按到十番啊？你有位嘅客家音樂按到八音。哦，係，你係識飯，幾個片係飯啊？我認為講歡樂嘅飯比較好，歡樂，哦，歡樂嘅歡，錯，本太監念嘅歡樂出錯嘅，係，有意思呢，八九十，十行推薦，表示啊，你音樂啊，你馬漢頭發展中。還有東涌嘅如何哈？佢係東好期嗬，一般嚟講嗬，之前就講你寫詩集啊，唔係講下邊下一個，係唔講有個計劃，講你要做田野嘅調查，你還要做田調係冇？整理資料啊，咪啲講嗬，你單唱寫一個八音嗬，又係開門鐵樹詩。下一張嘢，我喺想吼，我看到底有幾多張詩做啲下一張嘢？一般嚟講，下一張嘢差唔多10萬詩啦，差唔多按你吼，你自己寫10萬詩冇？冇，因為按你我下一張嘢乜嘅原因？因為既然我哋本書按照八音九歌10番詩嘛，所以我聽出頭一篇詩而寫八音詩，聽出啲變咗頭一名。啊，唔過呢，有關八音，像我前度係套南宋開始有寫，唔過嗰當時嘅那個八音詩啊，雖然係金石絲竹刨土革木嘛，金石絲竹刨土革木，啊，唔過佢呢係寫生發嘅。我想講，既然係音樂嘅嘛，所以聽出同你八音詩寫有關音樂嘅。哦，古時全部自家寫出錯嘅。收集當到資料消化。應該講到吼，這個絲竹刨土也對嘅吼。除咗嚟講，唔做嚟講也曲牌咩好，也音樂上韻咩好嗬。個發覺講
我们在享受亚条烦恼吼，就係成發底度嘛，所以記得會下青島成發有關係嘅。唔過我特別講八音，就愛來用音樂來呈現。古時候寫呀音樂，你要怎麼收集資料啊？真嘅同每一個八音拿來彈，又係個我要學音樂。哦，你學對我有經驗，有學過八音嘅那個研習班，再加上戲劇嘅研習班，甚至呢，頭擺我係對淡水哦，坐車去到苗栗。啊？苗栗嗰邊當然咯，去學太戲，學八音啊，學戲係。聽見嘅人武功練武啊呢，彈子功啊、把子功啊等等。你有練過？有，我係落翹翹，係較難學係。很厲害哦！係，阿哥學了後呢，又聽見嘅人做野台戲，係。你沒有做過太戲？錯，唔過我太戲係做嘅呀，跑龍套嘅啦。聽見後輩妹啊、師輩妹嚟行嘅啦。我當好奇嗬，當然嗬，按做嘅也行到也嗬，我靠以前什麼樣當做動到嘅養分啊嗬，嗰種使用我按呢按興趣，之後都按認真嘅動演咧，坐車就2-3點鐘誒，因為嗰當時。有個文獻會基於個醫生嘅培訓嘛，係阿佢3年就好咧。我想講，看愛到，然後3年就結束咧，係你個想法。你看你個相片，係，好簡單，因為做戲嘅時間很寬，跳拿舞啦、散步，最重要係神探，還愛唱，哎呦，很正哦，要做你咩？錯，真小片嘅。係蔣雅丹呢，真嘅蔣雅丹呢。係，佢聽見曾憲基先生向下做啊上山採茶嘅出戲。哦，安尼算三腳採茶嘛？算採茶戲嘛？錯係。我估說安尼採茶戲未做過，較大嘅戲未做過，很正哦，根本唔出去發單啊！你喺手指冇做過。其實我今日拖舞台頂啦，唔管你發單啦，唔管你係其他老生、小生等等啦。總好去做，係全部你自家咩戲嗬？啊，雖然咩講做了當好啦，只冇愛去試下看。係生旦淨末丑，全部會學哦。我跟啊旦丑，就是說安尼冇。你其實我已經每個課程當專門嚟。唔過安尼當厲害嘅呢？嗰當時真要學到當到哦，本係當到嘅養分。嗰時候做哋下一八音嘅時間，你就天天要飛嘅。安尼嘅歌唱，錯，咁係當好奇哦，正經來做客家戲，係做客家戲嘛，係啲唱用型教書幾特別學嘅。錯，因為嗰當時我學習嘅素材係用型客家採茶戲嘅辦公室，辦公室係個練習嘅場合，到田莊巷，我練好了後呢，看到田呀，安尼寬望望好很正哦，嗰當時知道哦。很歡喜啊！哇，東江嘅飛，跟住學客家戲嗬，同人也看到嘅所謂嘅客家太戲，因為有啲嘅真嘅苗片係要做客家戲，冇出流歌嘅戲會夾強下。我自家係我分唔出來，當然因為我冇學啊，我聽參考中見到啲分享嘅時間，我知道哇，客家戲真嘅冇簡單，跟住自家學講咁講樣嘅。都係冇簡單，係將推出來。客家戲咪特殊嘅，同歌戲啊冇共樣嘅。其實唱腔完全冇相關嘛。唱歌戲嘅thiết啲啊，還有其他幾隻嘅唱腔嘛。咁客家太戲哦，單唱係平板啊，金板嘅平板嘅，金板嘅，還有其他乜嘅板嘅啊，山歌子等等啦。就神太跳。嗰有啲小跳戲變化，錯係，咁之前都冇好學了係，你話聽見韻，聽見人嘅詩來拗韻，嗰是冇人改。跟住就留意下啲嘢實習啲度啊，你都好啊。所以我太啲用其他嘅小跳來寫。哦，小跳。錯啊，唱呢篇嗬，我哋本書呢要分類嘛，分音、歌曲等等，唱啊，同啲目次嚟位啊，係，好，我都分嘛。音歌曲戲語安尼，五個段落，五個部分，係，每一個部分就係冇同樣嘅感覺。錯，嗰時八音你喺音做一個開場，當初人做鬧嘢做好事嘅時間，聽出愛打八音錯嘛？哎，所以我音樂用到頭前，因為老公人有講嘛嗬，前旁愛3分嘅人，後旁7分，兜起來係10分。嚇，前旁音3分音，聽3分嘅人，後旁音，10
7分7分人，加起来嘛个意思？因为表示讲头前啊，做了按闹嘢，无后旁个音乐乐器等等啦，是唔得，人家咧出去也无好看嘞，哎。古说按你意思啊，是啊，所以我同音用到头前，用到头前哈。cái tí度呢，加講白飲食呢，發動到嘅心血哈，遊戲做甜點，個頭擺嘅做太戲嘅經驗，然後融入來，真見大家好看一下，還有一個哈，貼片牆邊一字，人家一下也講糖講佢糖到也嘅時間，哦，本佢收到哈，是到當經典啊，古時候佢聽出下一個客家詩來紀念一下，就係也係T 六數，7雙8路。老故事，唱同人念一下好嗎？嘿嘿，那講唔哈，而家 YouTube 嘛哈，前九零路一個忐忑，也係人講最難學嘅神曲。神曲嘿，唔知佢哋唱乜嘅？剛開始知道唔知唱乜嘅嘛？唔過因為我有學過八音嘅那個老故事都啲，啊，那個本來就是嘅那個老故事嘛。有得去唱公車譜安尼，對啊，地起音譜，係，啊到第二個老故事嘛，啊個加上其中唔關係小蛋啊，啊看個強林路其實把咪有可能，用賞月，啊個還有賞仙，冇做見住，安尼，啊個還有學個槍發面咧，安尼，係，跟唔做得同人念一下嘛，客家詞會變到用嚟呢？哦。前面哈用其他冇音樂嘛，色的個滴滴都，色的個都，大個大快鐘，大個大路嘅，大個大馬街，大個太陽大，記得安尼唱啊，心情夠高啊！我同做啥嘅嚇？因為吼唔用也嚴嘅合適吼，佢話後面嘅，啊做到前面自己經驗嘅。甚至叫執啊！哎呀喲，我想阿姨也要啊！哎呀喲，阿姨咪要啊！不止你也有，阿姨也有，表示太家仔要啊！古上來之後嚇死，應該係冇咁簡單。我真係當佢黐面嘅，你真係容易唔嘅經驗吼，變做一首本人彈歌出唔會唔記得，聽錯會記得嘅好詩哦吼。等下都再嚟繼續談，並且欣賞同大家來分享佢最新嘅作品。分享所有好朋友，真到歡喜來咧！我係 Rita 林永天，今日喺節目當中，老大家分享講台北腔嘅劉惠月先生嘅新界4個字，白音9個10番10啊！呢一本哦，色彩都好看嗬，看100、200、300、400，看100、800咪唔為難啦嗬！實際來分享惠月先生，先生好，平日好，還有所有嘅鄉親朋友大家好。我做唔一本4個字嗬，做得顛覆千多人嘅想象，因為呢，人想嘅，原來唔係安呢，有一個可能你會發覺到新嘅東西。而這種係看嘅世界，這個就是根本就是聲光的享受，賞有音嘛哈，文字沒有哈，就是看嘅畫面咩當講誒。除了條件嘅有聽到，不過看下地圖嘅畫面哈，比如講，假如呀天一鋪，加天鋪係音嘛，天鋪係歌嘛，歌客家3個9強18條，3大條韓國有小條，大家都好從個小條哈，小條人講客家人是都好從輕歌，是跳輕的歌曲，唔過呢，我看人家時序，我完全冇咁嘅感覺，係講本來對於客家傳統嘅歌謠，係那愛，真嘅係愛，我之後當有情感。啊，你到哪條片嚟講嘛？嗬，係18模，先看幾圖啦，嗬。有冇嘅角落生物啊？錯啊！呢圖呢，插花家己講嚇，那個唔用一般嚟扣啦，加一般嚟插花扣啦，用叫係扣啦，錯冇？乜意思啊？可樂加可樂還是可樂，錯冇？錯啊！可樂加曼陀珠，叫邊嘛解？嚇，
就嘣變到無腔完嘅感覺。哦，所以這個插法聽出神得太傳統，我本人就當到嘅想象，有創意、火花迸發的感覺，係咪？好，啊，你本人無腔完嘅想象，甚至呢幾個，哎呦，既然我打結，佢發圖嘅時間咪會打結，用啊！哎，來問一下3.3，你也敢係貼片實嘅講正經係演嘅時節嗬，嘅畫圖嘅畫嗬，冇聲音，然後而嘅天腦嘅詩嗬，冇攞嚟小圖題，因為有一個天腦嘅畫面咯，按貼片，我唔問佢啊，我講哎呀唔出嚟啦，啊裝皮咯，佢講冇啦，我挑地表嘅啦，哦，係，佢講都係靠辣加饅頭豬，啊都係無腔款嘅感覺。哎，本人知道講，唔係說哎呀，很好看，很正，很有創意，看到嘢，係咪有個驚喜？錯。哦，啊，你其中，哎呀，個畫家嗬，我知道就係亞劉鳳英，嗬，真係懂厲害，係人嘅前露台。錯，因為在我姐姐的引威之下，聽出神的模吧。哎，真嘅人特別都懂嗬，用人嘅想法嗬，一個係用文字，聲韻表達，佢係用佢嘅畫作，佢嘅創作，我真特別都非常好。將亞基本下來，我真係講每一本。越來越多誒，其他因為看過一本，下一本更驚豔，下一本有更多的創意。因為佢講哦，其實佢對白人也完全相反啊，佢唔點樣樣寫，唔樣樣畫落去嘛，啊，真係都客觀嘅呀，都冇想到哦，出好，靠啦，加個饅頭豬啊，都係武漢嘅想法嘛，所以佢用加個，你看，佢就立體嘅感覺，係畫面，當到立體個其他創意，係啊，所以就變咗加個作品咧。哇！恭喜恭喜，終於懂好哈！嗰同唔同大家來分享哈。誒，因為每個部分5個部分嘛哈，出來分享其中一數同大家來講一下你創作嘅安尼嘅心情哈。個第一部分人講到係歌用18毛，個18毛人講吼名氣安尼動作冇買好。唔講係可能嘅18毛非常嘅溫馨呢，特別係做爸爸媽媽嘅人，有一種做人之恩嘅人啊，可能會特別嘅有感動。其實做人嘅因為要當到親自向下細心嘅方面，比如講好多嘅辦花細心區，錯冇？好多嘅你咪向下要向下細心啊，個特別要共享嘅場合嘛，共享嘅一堂。啊，大家都是在嗰邊細心啦，來喲，你細心咯，你細心咯，安尼中言詞啊，誒，當好啊，好了解。啊，另外其實人客家咪就啊，比如講我聽到張學友先生佢所唱嘅，春來呀，秋無愛呀，你行，冇到阿家頭那邊路那樣，誒，春來呀，哪個意思啊？其實人細漢嘅時節嘅意思。呀，細漢嘅時節我聽到我表阿哥喊叫媽媽，哎呀，阿冇是呀，媽媽意思，媽媽意思。哦。啊，有人講係平埔族喊媽媽是呀，啊，有人講其他嘛個廣東嘅片嚟抗人喊媽媽咪呀。哦。其實呢小片係對個片來。春啊咿呀樹咿呀係春媽媽嘅樹。名跳那麼，唱名我哋會嘅村啊，名呢嗬，本嘅聲音彈。老師爺講快時間，你看媽媽名那邊，也係同師爺教嘅。唱，算算教佢，你會樣講啊，跳那麼，你講係咪？咁真嘅出安尼歌啊？唱，向下細心啊，溫馨啊。係啊。所以我就簽到安尼，因為個家鄉呢，之前我上曾先基先生嘅考嘅時節啦，佢就講呢首詩本上都係親自考，嗰個當時我冇簽到答案，你可能見簽7年半啊版本啊唱腔，哦，原來佢本上都唱咿呀，係咿呀，然後本人改做春啊咿呀，你的伸你的手，哇！古時安尼簽到件年頭，真件係寫親字，寫較溫馨嘅。呀，掌聲鼓勵，一本係懂好嘅氣氛呢。呀，啊，既然我簽到嘅時節，啊，當然要同佢用文字來寫嘛，好，所以我都念下咯。好，春啊咿呀秀，名咿呀腳，就名摸了一下嘛，哈，名腳，名到阿姐頭拿桂花香。春啊咿呀秀，名咿呀腳，就摸一下嘛，哈，名到阿姐頭拿吳妍妍，嘿。
阿妹老细学搭度，强强学家都是一粒一粒嘅茶菇泡，头两在爱面前泡泡胖胖，两人见色见好，见真见香。哇！泡泡胖胖嘅茶菇泡，当这样嘅画面，哦，非常喜欢。嘿，落来。哦，故说也系高低度吼，加入安尼嘅音乐，写故事，无就沉重嘅念头。安尼想要表达嘅情意，错，改变大家嘅想法嘛，哈，真紧啊，真紧啊，错，不过安尼当初客家嘅音乐啊、生活情景啊，有下那多嘅温情的地度，唔咩单枪谈恋爱听听咯。另外T 10片，好T 10片。啊，有當然都唔知誒，秦始源係乜人啊？嚇，秦始源啊，做乜想辦法按唱嘅三腳踩茶戲嘛？三更半夜睡啊叫我秦啊始源，哎呦呦！啊，秦始源，我把到係秦物嘅東西嘅，秦物嘅源咧，唱啊！唔過佢真嘅係人嗎？唱啊！我當時想奇怪，你今年怎麼做出來，怎麼係唔講名？係啊，我認到幾貴啦。嚇，用嘅咯。拄了畫面，三更半夜問人來簽藝，秦始源一貴婦來簽藝係冇。有安尼嘅感覺嘛？秦始源係咪來咧？來看戲咧啊？哦，原來佢係一個粉絲，之前好看戲嘛，啊，特別來看戲嘅時節，佢賞金當道。有一擺到做太歲啊，佢恐快來看戲啊，結果嗰擺太歲啊，佢都本書打走咧，是冇過來，因為戲班嘅人士接咗可能都聽朝冇來啊，啊，條擺再冇呢，秦始源害怕，因為旁下按到年嘛，好多秦始源，今天還是冇，所以佢一擺佢都為咗紀念佢嘛，都唱腔啲擺聽朝會加減名。哇，呀，動冇簡單咧，因為佢送金動多係冇？都經常兩個大粉絲啊，粉絲。誒，先生啊，所以安尼看也係資料嗬，每週都看到頭擺按生活嘅文化講，好看戲，又係講支持傳統嘅文化，支持按客家嘅文化，有安尼嘅心意喺地度呢。錯，因為我就想講頭擺有按米奇嘛，咪黐就當好看戲嘅粉絲。咪希望點嘛？安尼現代嘅時節啦，咪有唱起安尼秦始源，喊米奇嘅粉絲哦，唔知幾好咧。哇，真勁咧！係啊，先生同我想吼，啊，所以你哋寫安尼嘅詩歌嘅時節吼，你乜見上嘅題材吼，韓國人所地度呢，我看吼，見看吼，還有寫食嘅東西，真嘅。還有寫食嘅東西，唔見有寫我嘅飯嘅啦，哦，韓國寫粽嘅啦，你本身懂好食嘛？來，T 31片，我哋根本就當場來欣賞吼，直接同人上課安尼嘅感覺來直接嘅分享。31片吼，入面安咯係粽，係三角鹽，係菜包，記三腳菜茶戲。用誒三腳腳絲，就也三項。係。做乜會寫呢？都係有一擺我都天台嘅時節啦。另外一個朋友佢講，歡迎啦，家添嘅3個月啦，啊都錄好了後呢，拿來試咯。我講好。結果我錄好了後我都做批咧，就唔記得咧，所以冇之前我想啊，嗰3個月我冇記到。啊，結果天意好，天朝同我3個月寫落去，好，哇，原來係你哦。哇！下一擺睇家上位先生寫物嘅人，就特別講講我一本兒，結果佢唔記得，叫我寫到幾多時間都，都有意思呢。嗰個成筆嘅靈感，嗬，就變做創作嘅來源，嗬。請大家先聊一下，繼續到陣啦，一定要來談邊嘅先生精彩分享哦。真的，歡喜來咧！瑞堂肉聽見咪非常歡喜，哇，收穫好多哈！現在等好看，等好談嘅4個是係劉惠月先生嘅最新嘅作品《白日
9個食飯時，在此的朋友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所有嘅鄉親朋友大家好。哇，邊個真係相當厲害，無識到嘅東西，要做得變成安尼創作嘅演戲啊！嗬，係，跟係想，因為之前啊，先生有來分享過嘛，當到嘅聽眾朋友、觀眾朋友嗬，因為做廣播要來上俺節目嗬，他佢當到好奇，想啊喊啊話佢你嗬，因為人講你嗬有點神出鬼沒，人家空得一個你嘅桃花源地圖嗬來創作嗬，嗰時候 Rita 就喺搶講唔是想啊，人講快問快答係嘛嘅，就完全唔是想，就按出來按你好嘛，好嘛，好，搶問係講做得本一項超能力，你想要有咩能力？我樣背，你想要背，因為我哋蠻帶去船啊，當上背起來看海。哎呀，帶啲哪？帶到山那邊啦個，華圈、宜蘭，錯，係嘛？誒，故事係不動講呢？就這樣啊，係講背到行一個，係，你再看到行一眼，因為之前有個節目嘛，同係用較高嘅角度來看你啦。啊，去到當講真勁，高空安尼翕係嘛？變奏機唔知幾好咧。啊，好，我咩同上一比，好，係啲嘅要機飛嗬，希望上帝做得實現人面貌，做飛人機，滑翔翼。好，請問，你真勁自家吹了紅好去上空也去海船？我要較驚海，我較好山，較驚海，唔過唔帶海船咧。所以我海船嘅嗰個話地步，5公里，有山又有水就臭嘅。哇！我去到海當突然驚咧，咁樣誒，太太咧，太快咧啊！按你這熟悉嗎？一天我突然叫我嚟衝浪，好，真嘅哦，有這樣哦，真嘅我會去宜蘭衝浪哦。哦好，好，我突然搬海浪衝。我啲顏志文先生都個片，都超級係。好，你好去山哈，佢請問呢，你係音樂製作哈，哪個時間最有靈感來寫東西？就選4點放床嘅時間。你等於4點放床？我差唔多較早到睡夢嘅時間是4點。哇！你嗰陣時冇人吵嘛？當點先？旋風嘅調啾滾，調哦，係。我聽到嘛個調，唔管係日本聽到嘛個拍頭曲啦、擺頭王啦、冇是麻雀啦，甚至頭擺呢，我而家會有聽到個時光調。時光調就是咩東西？子孝東。哎呀，我而家還沒見行到嘅子孝東。但你啾，當好聽。係啊，所以嗰當時心情特別好，啊，我哋靈感都特別多。哇，大做錯！人講呢，經濟研究嗬，學習最好嘅時間其實係兩個，第一個最好就係大做放床嘅時間，也人吸收最好，係頭腦動情。第二係愛睡夢以前，唔過真正係大做嘅較好。睡夢以前上時可以無限嘅頭腦昏啊你嗬。哦，4點嗬，我差異實現係等於5點放床。差唔多，差唔多3點啊，冇聽錯啦。哇，太厲害啊！嗬，啊，你做得下出好嘅作品哈。佢好，接下來啦，出版一本書，最辛苦係乜嘅？最辛苦，對，完全唔知得本名，第50篇唔知樣算寫。真嘅，人家本書還寫50篇，都有誠意哦。錯，係對，完全冇到以為夠強。就係創意發揮，應該講就也就係創作啦，嗬。除了你看東西消化嘅夠強，消化不了，還有個變做硬嘅東西，你東安真係當艱苦。真嘅嗬，就我第一篇都寫嘢，你還寫唔出來呀？不認識，係。我講有靈感嘅時節，我坐火車對宜蘭到台北，我是寫5篇，有靈感嘅時。哇！寫我行過去寫，真勁啊！啊，你咩咁厲害呢？嗰時候你本書嗬，真正算來寫幾久嘅時間？2年。對。啊，你咩冇簡單？當初我哋出一種唱片，咩差唔多1-2年嘅時間。係。啊，你累積。錯。啊，恭喜！真嘅冇簡單。你請問呢？喺講啲文學方面哈，因為你做東多嘛，要主持廣播節目，要做安尼，做還要做。也係創作、編譯，喺文學方面嚇，你最想嘅感謝係乜嘢？感謝我嘅好朋友，有同我支持鼓勵嘅朋友，比如講佢支持我哋出版了後呢，行一個銷路嘛。啊，我有個應該係讀者吧，馬水金先生董事長，佢同我贊助100本。哎呦，100本哦。即隻就買100本。錯，第2本、第3本咪叫我同我贊助。
穷快呢就8本，不过我讲冇人多啦，冇人多啦，我抢佢冇人多，所以感觉顺顺安尼。哇，我说感谢所有支持你的朋友。哎，巧，安尼支持你就有动力咯。下一本有想要写乜嘅嘛？下一本因为我哋蛮带同宜兰嘛，哈，宜兰因为宜兰嘅客家当时有人写，拄好我是在就接群挖检记。我是在同地北嘅客家挖出来写客家。宜兰其實青島客家人呢，客家族群呢，多呢。我一般人寫宜蘭嘅風景嘛，係對於咧客家嘅唔管係歷史文化較少人寫。古時候你寫嘅最硬嘅歷史文化，請求你條件啊，係。哎呦，係挑戰一下。誒，太普強講跳肩，係冇跳肩？跳肩一架，安尼就錯嘅。而家真嘅跳肩一架，因為而家又開始做 podcast， 而家最紅嘅，而家 podcast 做乜嘅呢？做本萬人堂，上一本萬人堂。其實因為我哋詩嘛，文字嘅難，我想寫啊一架2個字嘛，字。頭前就10分鐘，頭前是寫我哋詩嘅背景嘛，好啊，後邊呢是為大家介紹我詩嘅意涵，哇，所以前段跟下半段安尼。大家同上去談，我去詞幕嘅。詞幕當簡單啊，都係詩中客家，詩中客家，詩當中聽出有寫到客家，係咩意思？希望是本人較好詞嘛，所以我聽出有客家。搜尋的時節啦，較好似。佢 podcast 地度係全部客家話嗎？我做客家，做客家話，冇其他話文哦。古時想去談太武腔，想去學太武腔，全部咩做得腔下來談嘢節目。其實 podcast 應該聽眾嗬係全世界錯。比如講，我都發現到我後台時的看嘛，都係名人同我聽嘛嚇。比如講加拿大啦、美國啦、英國啦、香港啦。你參住個莫斯科啊！哎呦，莫斯科喲，今日我想咗個人啊！誒，真呢，記得聽說會下啲會發布啊，有啲回饋嘛，都有片係寫嘅人講嘅粿嘛，都係啲粿嘛，肉粿嘛嚇。個朋友看到，因為我頭擺就冇寫講作者是誰，冇寫講跟人寫，所以佢就用私訊問我講，呢篇詩當好，阿姐問。我一唱起到佢係當橋以前嘅詩，這門作者係名人，我講係藝寫咧，係拄好台中有間店啊，佢要用肉粿嘛嚇，做件嘅胖底部嘅材料，同埋嘅詩，變做件嘅材料底部，個有個 DM 寫落去。哦，嗰首自己產品，錯，順便變也是，係，哎呦呀！古時候你係胖嗬，唔係胖甜甜，係藝術品咧。錯，變咗一個獨家嘅回饋嘛嗬。哦，安尼當好呢，聽到也得會回饋嗬，有時候嗬，係那有通啲，有技術來寫，係，寫新嘅書係嘛？忙啦，因為你們可能論文先寫派，這樣子的個技術寫其他。乜嘅論文？哦，乜嘅事情？因為有論文，因為我哋們都個復工大學啊。嘅傳播呢，通研究所嘛，所以我都希望有一個論文寫出來啊！哇，平野先生，你真嘅係當認真，當好學習，因為而家係去通研究所。研究所特別係通乜嘅？我對於 podcast 有興趣，有冇人研究嘅？客家頭擺在寫，乜個歷史啦、文化啦、前世啦，乜個語文啊？podcast 冇人寫呢？挑戰啊！係啊！你當學新嘅東西啊！這個應該做得吧？應該啲條件下係啊。哇！都真正你咪係條件啊。錯，我做看下4個地度嗬，真要當到學習吧。因為當到人想嘅東西，原來可能根本就冇共用。哦，係也係講啊，原來係安尼啊，也擺張地嗬。我想最尾呢，平野先生家講嗬，請你同大家嚟分享一個，大家可能冇聽過很多乜嘅三下鑊係嘛？錯，三下鑊。有2下鑊，有3下鑊，有4下鑊，乜嘅意思？二個係鑊嘅嘛？幾係種講法？比如講兩種冇相關嘅表演藝術，比如講按客家啦、學路嘅啦、歌戲嘅啦，好似喺舞台上向下展現，呢都係2下鑊。跨界，也係跨界了。跨界的結合，結合起來變咗一出戲。係，咁啊3下鑊。我知道3下鑊，我要上到戲嚟咧。上到戲乜嘅？上到戲咧，我想到安尼個客家炒肉。
然後請問一下，你台中嘅客家炒肉係邊嘛嘅？我冇邊豆腐乾呢。我副卡咩冇邊？就要豬肉、韓國芹菜，安尼，係。我副卡咩係呢？就是得變到三下鑊啊！大家咋當蔥油啊？夾不起來呢，就變一料當好食嘅炒肉咧啊！想開始啊你。哇，古時你咩生來係美食家啦哈！哎，好食啦！古時亞述史歌當中講到就係講表演藝術，其實應講所有嘅創作啊，應該靈感啊。做得結合無強嘅成敗經驗，無強嘅藝術交流強下，就變到一個新嘅東西。係咪？唔看個人東西嘅價嘛，佢咪強款啊，生嘅肉啦，加上肉骨啦，冇是其他發酵嘅東西啦，咪強款三下鑊嘅感覺啊。係呢，係啊，嘅嘅米絲，最有人嘅作品咧，睇一本書嘅，係啊，媽媽，嘅嘅記憶，係媽媽嘅米絲。今日非常勞累，邊個先生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非常精彩嘅，希望大家還想看好分享大家來支持一本書，咪支持邊個先生佢嘅 podcast， 做得留言本期哦，佢會看得到哦。再次感謝先生，慢慢去睇，讓那空中嘅好朋友。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節目，我想今日談到分先生嘅分享非常嘅精彩，咪邀請大家繼續來愛語文、愛文學、愛客家哦。希望大家嘅收看，邀請大家繼續大家聽先生來做認同哦，講嚟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